我非常榮幸能夠與第7位天使使者同埋佢嘅信息建立咗聯繫，因為佢嘅信息就係真理，係主如此說。錄音帶上嘅話並非佢自己所講嘅，而係神嘅話，如同聖經一樣。而家係來自伯南翰會幕嘅應聚集一起嘅信。今日係2025年9月27日星期六。親愛嘅聯合嘅新婦們，我非常興奮，亦都非常之期待，能夠參與神喺我哋呢一個時代所做嘅一切事工。神最初嘅計劃，如今喺我哋眼前實現，而我哋亦都係其中佢嘅一份子。喺聖經裏邊，先知們預言咗將要發生嘅事情，有一啲嘅預言可能要過咗幾百年之後才會實現，但當時間成熟嘅時候，佢哋必然會應驗，因為神透過先知所說嘅必定會實現。先知以賽亞講，童女要懷孕，每個以色列家庭都為女兒嘅將來做好準備，準備迎接呢一個孩子。佢哋為孩子買鞋、衣服同埋玩具，期待孩子嘅出生。世代過去咗，但最終神嘅應許實現咗。我小時候成日諗，主啊，我睇到你嘅聖經記載，你總係帶着你嘅子民，讓佢哋團結一致，成就你嘅旨意。你透過一個人摩西，帶領希伯來兒童，帶領佢哋隨着火柱進入應許嘅之地。當你道成肉身來到人間時，你會聚集咗你嘅門徒，你讓佢哋遠離一切，你讓佢哋專心聆聽你嘅道。就喺五旬節嗰一日，你再一次聚集咗教會，令到佢哋同心合意，好讓聖靈降臨喺佢哋嘅身上。我當時諗，主啊，呢一個喺今日點可能實現呢？你嘅教會分散喺世界各地，難道所有人都會嚟到結佛信為義嗎？我睇唔出呢一個可能會發生。但主啊，你從來唔改變你嘅計劃，呢個係你嘅律法，冇人能夠阻止佢。你將會點樣實現呢？榮耀啊！今日我哋親眼見證咗神永恆嘅道嘅應驗，更重要嘅係我哋參與其中。我哋雖然身處世界各地，但聖靈已經透過神嘅聲音，將佢嘅新婦聯合埋起嚟。神嘅道記錄喺錄音帶上，係神今日嘅絕對，正在聚集，被聯合着佢嘅新婦，冇任何嘅東西可以阻止佢。神正在聯合新婦，佢哋從四方八面而嚟，來自東方、西方、北方、南方。而家正係聯合嘅時刻，新婦們聯合咗為啲乜嘢？為咗被提。阿門。聯合嘅時刻正在發生緊，係咩力量將我哋聯合埋一齊？係聖靈、神嘅道、佢嘅聲音。我哋聯合為咗啲乜嘢？為咗得到被提，我哋所有人都會被提，一個都唔會遺留。神正在預備佢嘅新婦，是的，聯合。讓新婦聯合嘅係啲乜嘢呢？係神嘅道。我哋呢一個時代，神嘅道係啲乜嘢？就係神嘅信息，係佢嘅聲音，係神對佢嘅新婦嘅聲音，唔係人嘅話，唔係一群人嘅話，而係被火柱所認證嘅記錄喺磁帶上神嘅聲音。天地都要廢去，但我嘅話永不廢去。無論任何教派或者任何人點樣講，新婦嘅聯合都係與主如此說緊緊相連。無論任何人點樣講，我哋都與呢個世界被證實嘅主如此說嘅聲音站埋一齊。呢個唔係人嘅解釋。我哋點解要聽人嘅解釋？人嘅解釋會因人而異，但磁帶上記錄咗神嘅聲音，永遠都唔會改變。
而且火柱本身已經宣告咗呢一個係神嘅道同埋神嘅聲音。問題在於人們唔認識佢哋嘅領袖。是的，佢哋會圍繞着某個教派，圍繞着某個主教或者某個人，但佢哋唔會圍繞着真正嘅領袖，道嘅聖靈，明白嗎？佢哋講：我怕我變得狂熱，我怕走錯我嘅路。哦，就係咁樣。咁樣批評者會指着佢哋嘅信徒講：睇下，佢哋崇拜一個人，伯南漢弟兄。佢哋係神化論者，佢哋係圍繞着呢一個人，而唔係聖靈。亂咁講，我哋聯合圍繞着嘅係透過呢一個人傳達咗神被證實嘅聲音。請記住，呢一個人就係神所選定喺今日作為佢嘅聲音，去呼召並且帶領佢嘅教會。而呢一個聲音係唯一到神自己證明嘅聲音。但相反，佢哋卻圍繞着一群人建立嘅勢力。但佢哋竟然唔將神嘅聲音放喺教會裏邊播放。你能夠想象嗎？因為牧師聲稱相信呢一個信息係呢個時代嘅信息，係當今時代嘅主如此說，但佢揾咗其他唔同嘅藉口，唔將神嘅聲音放喺教會裏邊播放，反而要求信徒必須聽到佢哋同埋其他牧師嘅講道。然後佢哋又講：我哋喺度跟隨人。上星期日我哋聽到神對呢啲人所做嘅，我哋正在準備迎接婚禮，我哋正與神合而為一，神嘅道成為你嘅一部分，你哋成為神嘅道。耶穌說：到那日，你們就知道了，凡父的就是我，凡我的就是你，凡你的就是我。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邊，父在我裏邊，我在你們裏面，你們在我裏邊。主啊，感謝你喺我哋呢個時代賜俾我哋對你同埋對我哋自己嘅啟示。你嘅新婦正在透過你嘅道準備迎接你。我哋知道，只要我哋堅持你嘅錄音帶上面嘅道，就喺你嘅旨意之中。我邀請全世界嘅人們喺今個星期日嚟到聆聽我哋呢一個時代唯一被證實嘅神嘅聲音。歡迎喺星期日下午12點傑弗遜維爾時間加入我哋聆聽錄音帶編號63長環0818聯合嘅時代及其跡象。若你無法與我哋同步聆聽，請選擇任何一盤嘅錄音帶。呢啲錄音帶都係主如此說。聽神嘅道會使你得蒙造就，為神嘅再次來臨做好準備。約瑟伯南漢弟兄。詩篇86章1至11節，馬太福音第16章1至3節。新婦正在與神合而為一，佢哋正在準備。點解？因為佢哋係新婦，冇錯。新婦正在與佢哋嘅新郎合而為一，而新郎就是道。初起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應聚集一起嘅信就此結束。呢個影片喺好多教會播放。我想問大家幾個問題：有幾多人相信錄音帶上嘅信息係主如此說？請舉手，讓周圍嘅人都知道你相信威廉伯南漢牧師所說嘅都係真理。請講阿門。阿門，讚美主。舉手或者回應阿門嘅人，我為你哋感到高興。直到下一次，願神保守你，願你平安。